各位網友你哋好，歡迎大家收睇百年神州風雲人物呢個系列，我係蘇慧賢牧師。呢一回我想同大家討論一個人物，叫徐向前。我哋睇睇筆記先。徐向前係中國十大元帥之一，亦都係十大元帥中唯一一個係嚟自北方嘅。佢出生喺1901年，喺山西省五台縣。屋企好窮，自小就要出嚟做工，又要幫助爸爸媽媽咧係掘野菜嚟充飢。但係個人咧就好勤奮好學，雖然家貧，最後都要輟學啊。喺親戚開設一間嘅書店裏邊咧係做學徒。1924年，佢考入咗黃埔軍校嘅第一期，並且加入咗中國國民黨嘅北伐隊伍，先後擔任副排長同埋排長。喺黃埔軍校期間，佢個人係比較沉默寡言，而且一口山西口音。蔣介石唔係好睇重佢，唔係好重用佢，以為佢係一個冇乜出息嘅學生。諗都諗唔到，佢竟然之喺短短7年之內，成為共產黨3大主力紅軍嘅總指揮。喺1931年，張國燾咧係任呢一個嘅鄂豫皖蘇區嘅軍事委員會主席。所謂鄂就係指湖北省，呢一個豫咧就係河南省，皖咧就係安徽省。當時共產黨喺呢一個3個省嘅一啲嘅地方裏邊，就係佔據咗，列為一個叫蘇區，係共產黨統治嘅一個嘅地方。喺1931年咧，張國燾咧係任呢個軍事委員會嘅主席，而徐向前咧就係任呢一個嘅紅四軍嘅軍長。紅四軍嘅總帥咧就係張國燾，所以張國燾可以話咧係徐向前嘅上司啦。1935年，紅四方面軍同中央軍因為咧係俾國民黨圍剿啊，結果就要離開佢哋嘅根據地，所謂呢一個嘅25,000里嘅長征啦。喺呢個長征當中，由朱德毛澤東主領嘅所謂中央軍，即係呢一個第一方面軍，同埋張國燾嗰個嘅第四方面軍就要會師啦。紅四方面軍喺當時嚟講咧，實力雄厚得多，係有8萬幾人，而毛澤東嘅中央軍咧只係得1萬人到，而且彈藥嚴重缺乏。喺呢個時候，張國燾同毛澤東發生個嚴重嘅衝突啊！徐向前就要面臨一個重大嘅抉擇啦。究竟佢要站喺毛澤東嗰邊啦，就抑或咧站喺張國燾嗰一邊啦？對佢嚟講，呢個係一個非常困難嘅決定。一方面佢好想臣服於中央，但另一方面又唔想離開四方面軍嘅軍隊。毛澤東就主張北上，張國燾咧就主張南下，彼此相爭，局面非常嘅緊張。1935年9月11號，毛澤東嘅中央軍決定獨自北上，並且喺夜間出發。到咗第二日凌晨，第四方面軍先知道。當時徐向前知道呢個消息，忍唔住痛哭一場。為咗要堅持第四方面軍嘅完整性，佢帶住嘅軍隊再過草原同張國燾會合。10月5日，張國燾宣布另立中央，並任佢自己並任咗做黨主席。當時反對嘅有劉伯承，因而咧係被降職嘅。到1936年，張國燾決定放棄另立中央嘅主席嘅主張啦。而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紛紛要求北上與紅軍會師。喺呢個時候，張學良同埋紅軍就秘密會談，企圖推翻呢一個蔣介石嘅國民政府。到12月嘅時候，就發生一個著名嘅西安事變啦。即係話咧，張國燾即係話咧呢個張學良咧就係用佢嘅軍隊擄劫咗呢一個嘅蔣介石。忽然之間，整個中國局勢起咗極大嘅變化啦。
西安事變之後，中央要求西路軍繼續向西進發，結果西路軍就俾馬家軍大敗，只剩翻3000幾人。徐向前呢，只能夠化妝沿途逃跑，終於抵達咗延安。紅四方面軍就因為呢一次嘅西征受到大大嘅打擊，徐向前亦都受到批評，但得到毛澤東嘅保護呢，保事過咗關。到到抗日戰爭開始啦，1937年7月7日爆發咗盧溝渠事件，揭開咗中日之戰。8年抗戰，國共合作。徐向前當時係任八路軍第129師嘅副師長。1937年參與陸路圍攻嘅戰役，擊敗咗日軍600幾人，後來被迫撤退。1949年國共內戰，共產黨取得勝利。徐向前又任中央人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嘅委員同埋總參謀長，獲元帥軍銜。但喺中共10大元帥當中咧，雖然佢嘅軍事才幹非常好，但只能夠掛名倒數第三。賀龍、陳毅、羅榮桓都喺佢之上嘅。到到1966年啦，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咧就想派佢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嘅文革小組組長，開頭佢拒絕，詐帝話自己病啦唔得噶吓，但毛澤東力壓之下咧，1月12日仍然派做軍民文革小組嘅組長，江青就係呢個小組嘅顧問。佢對文革嘅睇法咧就有啲曖昧啊，起初佢好積極嘅。並且主張江青咧係任顧問，以致江青可以掌控呢個軍隊。另一方面，佢小組咧就提議唔好怕亂，怕亂就搞唔成文化大革命嘅。所以喺徐向前同埋江青掌管之下咧，軍隊當時陷入非常混亂。但係佢都發覺得，喂，呢條路行唔通喎，佢態度就急轉啦，並且以病嘅理由咧請辭。其後，佢同葉劍英、聶榮晉3位元帥同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發生極大嘅爭執，終於爆發咗呢個所謂2月逆流案啦。徐向前就喺呢一個2月逆流案咧，被逼做檢討，受批判，兩度被抄家。因為事情得到葉劍英嘅通知，順利先走佬，去到山西避難。直至到1969年，毛澤東先至為2月逆流案平反，但係咧逃唔過喺4月份第9次國大會議裏邊，佢同朱德同埋陳毅咧一同被批判。1969年下放勞改，並且過住啲半監獄式嘅生活，直至到1976年，毛澤東再一次為2月逆流案平反。佢先正式恢復咗自由身。1978年，佢任國防部部長，並參與中日戰爭嘅指揮。參與呢個中越戰爭嘅指揮。1990年，因為肺癆入醫院，9月21日病逝，享年89歲。臨終嘅時候，佢吩咐人喺佢死咗之後，不搞個別會，不開追悼會，將佢嘅骨灰散發喺大別山上，咁就完咗佢嘅一生。或者我哋都會問，好似徐向前咁嘅人喺中國歷史裏邊，尤其是近代中國歷史裏邊，唔係一個，好多個。我哋會問，得了什麼？失了什麼？一切都好似他朝過去，不禁會諗下，究竟人生係為咗乜嘢？好，我哋講徐向前就講到呢度為止啦，下次再同大家講另外一個風雲人物啦，係咁，拜拜。